可以看看你的鱼缸吗？拒絕網圖。當對條一點孤單，在不肉拍的視頻，看的是條超級大紅，今年來做呢，最大那條，今天給他們做白看，啊橋強雲下最大黃上面，撈着點魚缸裏邊跳個，進去，喂，大金龍。問題可以看看你的魚缸嗎？拒絕網圖。活到最後，才知痛苦與失敗。